唱给你听。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刚才我们看的影片是我们最近的一些服务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可能刚刚有人才进来，我们最近非常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松林大学的线上的课程，以及我们家长成长班的课程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影片。如果我们等一下有想要提问的，我们的小编会在我们的留言区会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也可以上我们的粉丝网来看我们的内容。我们再来看一次我们的影片。这当中我们会看到数理的辅导，这数理是一个邱老师，他是一个志工，他是一个补习班的老师，原来他是大学院校数理科的教授，那他退休之后就在补习班服务，他发现这些青少年很多低成就的人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很好的陪伴，于是他就自动成为我们的志工。我们再来看一段这个影片。开始在下个礼拜的晚上是线上的课程，下个礼拜五是很精彩的是教你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大人小孩真的是从幼儿一直到长辈都很喜欢的课程。表达的课程确实这是在非常需要的。更多与你来亲近。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相信我们刚才有看了，我们对这个社区，特别是桃园是文化里这附近，可以说桃园市也是适合的。那我们有许多的志工一起来参加
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就是我们从0岁一直到99岁的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我们从社会领受，我们也这个服务于社会我们的邱老师很小声吗？我再请我们的小编可以再大声一点哈。好那我们呢，这个邱老师其实他就是一个这个在社会上被造就之后，他才来服务的哈。我想我们都有这个心智我们的小小的生命如果能够服务更多人，那我们的生命会变得很精彩哈。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客服班我们的全科的客服班在星期三的晚上，我们更是结合科技我们这里有全备的现在就缺国文，其他的跟历史的老师，现在目前有4科有清大的毕业的研究所的，还有这个台大电机系的，他们平常都是在线上的老师，还有数学的老师，物理跟化学的老师都是高中的线上的老师，英文的老师更厉害他们呢都是愿意当志工来服务，所以如果大家有可以用线上的这个是我们是可以用线上来让我们的孩子真的是能够一点一滴、一步一步的学习好，我们的讲员大家期待很久了也已经上线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把你的镜头打开。现在看打开镜头很炫的、很帅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黄茂生先生他真的是很厉害帅哥我非常喜欢他我大概10年前认识他10年前的时候，他正好2012经历一个全台湾都很大家都很被鼓舞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们交由他等一下来跟我们的分享，也正好可以来介绍他自己了好，那我们就用非常热烈，你可以把你的镜头打开表示你的热烈。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黄茂生来，我们欢迎你，请你麦克风可以来打开。好，我们欢迎。喂，听得到吗？可以。好，大家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 ，Hello。是刚才我有说到10年前，应该是10月的时候，就是2012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在台湾都一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好，那在2012年，12年的时候，算是台湾的一个很盛大的一个电竞型的国际比赛。那台湾这边呢是有拿到冠军，那也因为拿到冠军、世界冠军的关系，所以这个项目其实电竞就被越来越多人重视，对，越来越多人重视它了。然后呢，到后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相关工作产业就随之也出来了。是。那时候你是第一次上场吗？那时候你是选手还是什么样子的？我那个时候是偏向选手吧，算是选手，对，有点像运动员。然后那个时候就希望透过自身的努力，然后有办法用自己的能力，然后在这个电竞上面，然后可以去前往得到下一个职业队，拿到一份合约这样子。所以那一次对你来讲，应该这个意义很重大，对吧？从此奠定了你的这个名声，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那一次让你有什么样的启示？除了有奠定这样的，是启示吗？启示其实就是好像看似在台湾这个电竞产业已经是可行了，而且有办法拿到冠军了，总觉得好像前人已经成功的把一个敲门砖给敲开了，那个门一打开，感觉是可以踏进去的。所以后面有很多后辈，那包含到是像我，然后我之后的人，其实大家也都是前往到了这个产业里面工作。除了打开这个职业的门以外还有没有在你个人，就是在你过去的生命甚至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因为这一次比赛2012年这个比赛以后，对你自己的生命，对你自己的定位，对你自己有没有更认识的是什么？还有不好意思，牧师，你那个声音可以大一点吗？真的太小声是吗？对，我现在听不太清楚。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可以再大声一点。小声吗？再大声一点。好，那我来看一下对不起，这样可以吗？这样有比较大吗？好像差不多。
好，我等一下来喊救命哈。好，没关系。那对不起，那我再来这个说一下，我想很好奇的就是这一次的2012年的比赛，对你的生命的定位，你有没有更认识你自己，还有你的家庭对你的这个是因为2012年这一个拿到世界冠军的队伍，其实也不是我了，他就算是我的一个前辈，然后他们这个队伍里面拿到了这个世界冠军。其实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就只是看到了一个自己在努力，好像自己的梦想已经有别人帮你去达成的那种感觉。对，那在生命当中的启发就是变成说是能够更认可电竞这个行业跟这一份工作。那你以前在成长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成长过程中吗？有很大的困难是，大家很好奇说，这个电竞可以当对，会觉得说是电竞这一块会觉得说是玩物丧志啦，不务正业，然后呢会对这一个工作或者是这个产业或者电竞这两个事情会画上跟电玩是等号的。那他们不了解不熟悉，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在做这一开始相关的工作，其实前期是有很大量的质疑的，然后也有很大量的疑问。对，那甚至是我们自己要去，比如说队伍要去签约，要去签年轻的选手，那他的父母也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诈骗集团啊？怎么那么好啊？你打电动，他会给你钱打电动，是为什么？但其实，我觉得都是建立在对电竞这两个字的不认识上了。但是以现在来讲，2021年其实逐渐开始正式的，而且现在政府也有很多相关的电竞课程、电竞社、私立学校，他们那边有非常大量的电竞系，然后呢，以此为招生的目标，就是吸引得到现在的年轻的一些小孩们。那这些小孩子其实他们在我们的这个电竞这两个字，他们是比很多大人还要更了解，比很多大人还要来得更熟悉的。所以，可不可以教导我们大人，就是当我们跟孩子在讲电竞，我们真的不懂，所以什么是电竞呢？那电竞的行业需要具备怎么样特质跟技能？以及它的前途性是如何？好，电竞是这样子，电竞它其实是你必须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运动，它是个运动。那电竞选手是运动员，就像那电竞里面的项目很多，就像奥运的项目很多，篮球、棒球、足球、跆拳道、马术，然后呢田径、游泳。那当然电竞也是如此，它算一个电竞的涵盖内容的游戏项目跟细项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所以说电竞它是等同于体育，它是一种它的这个行业发展，如果你是电竞选手，相当于你是个体育员，你必须用体育员的方式来要求自己，来要求自己进步，然后自己的身体控管，然后自己的心理素质以及自己的运动能力的表现，然后借此为生。那相较于很多运动员，可能就是会有 NBA 的比如说一个联盟，然后大家会买票去看，然后等等之类的这些收入，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运动员的方向去迈进。那事实上，其实在现在的美国大学那边，因为美国其实比起台湾，他们很重视运动员，非常重视运动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就是有一位算是基督徒的家庭，然后他们去认养了一个黑人，那个黑人，对，我也忘记了电影名称。对，攻其不备，对。那部电影里面，我们会看到说，攻其不备里面的这一个男孩，这个男孩，然后呢，他橄榄球非常的强势，因为他身材很好，很宽大，所以他们那部电影里面有很多的大学过来招揽他，希望这一位运动员可以去念他们的大学。那在美国那边的运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那他们的运动员也会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衔接的课程，然后进入到他们接下来的一些次级联赛、联盟联赛。那如果出来大学毕业之后，是不是能够成为正职的运动员？那也是要看他自己个人的能力。但是跟电竞也是一样，他们那一边也是会要求你除了体育之外，你不能够只会打橄榄球，你不能够只会打电动，你必须你的其他的科目跟项目都必须要维持一定程度及格。所以我们在攻其不备里面看到他的父母就是请家教让他上课，让他有办法去过这个门槛，那边是朝着这样子的方向迈进。那现在其实就以台湾来说，就是申请去美国念书这件事情，电竞项目其实是已经可以加分的，它是可以被列入就是加权分数的加种，那借此去申请得到美国的大学，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个运动，他们对运动产业是非常的重视的。那包含到说我们这边的学生，如果是田径400公尺跑得很好的，那边有签啊，然后呢，我们这边如果说是电竞项目打得很好的，那边也会签。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运动，那它不是
电动，嗯它不是电动。对，它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说，他们这两者之间的一个是娱乐性比较重，另外一个就是竞技性比较重，但是他们都可以给你一样的感受，就是他们都是在比如说你的孩子可能也是在荧幕前面、手机前面不停的抱着、不停的在打，你也不知道在打什么东西，但是你不会听到你的孩子他可能会打篮球打到半夜不睡觉，对不对？你们不会说啊，我的儿子半夜都不睡觉，都在打篮球；我的儿子半夜不睡觉，都在游泳。可是我的儿子可能会大概打电动，而不睡觉。这象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电动这个东西，其实它虽然是运动，可是它本质上的娱乐性跟它的沉迷性其实是高很多很多的。那也是因为这个样子，大家对于电动的认知会跟电竞画上等号。但电竞它是一个项目里面，它必须要包含到说它有一个国际的竞争力，它必须要有竞技性，那它有赛事单位以及举办组织，透过这个游戏进行一定程度的比赛，这个就是电竞。那么你问我它的发展性是如何？我必须得说，我觉得各行各业在非常的顶尖、金字塔顶尖的前端的人，他的发展性都会很好。但各行各业如果是中断的，或者是不温不火的，那可能也都不会来得这么的好。那运动员更是残酷，那电竞运动员也是如此。对，所以说我们这一边，成功的案例是有的，那不成功的案例也是有的。所以你要说当电竞选手有没有前途，我会跟你说，当得好的话很有前途，那当不好的话没什么前途。但它其实不能够定义在电竞选手上。如果你比如说你去做一件事情，你可能做的没有很好，你可能做的哩哩啦啦，然后呢就是半吊子的，那其实你本来也不会太好。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把这件事情想象成是跟电竞选手一样，那好有多好呢？我之前带的一位选手，那他在台湾大概打了5-6年吧，然后后来去中国大陆那边发展，达到世界亚军之后呢，在去年的时候呢，被美国的职业队给签了，他的合约是1年300万美金。那我想谈钱这个东西，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哦，这个就是比较能够知道是不是有前途性的东西，就是他能不能够赚多少的钱嘛？对，那事实上，我自己在认知在电竞战队里面带的很多孩子，他们一开始父母是从反对的，然后到开始逐渐变成了解，然后变成到支持的原因是，他的孩子在这方面非常的有天分跟天赋，他甚至拿出来的奖金都赚得比自己的父母的薪资还要高，在他不到20岁的时候。所以电子竞技产业它有没有前途？如果你很厉害，你很有前途；如果你不厉害，那还是读书比较好。简单讲是这个样子。是，那按照你说法的话，它不只是要电竞好嘛，然后它可能其他的这个课业学业也要有一定的基础，是这样吗？这个分2个项目，一个是升学，另外一个是单纯就是直接正式出道，就像是 NBA 的LeBron James 就是一个很知名的 NBA 的选手，他可能他高中就出道打 NBA，他也不用念大学，那他 NBA 打得非常的好，他不念书，他不念大学。NBA 打得很好，现在已经是 NBA 一线的国际巨星跟球星了。对，那这样子的人，他就不需要学业，他就不需要去顾及这些，因为他已经是职业运动员，他需要顾及的是自己篮球上面的表现。对。那如果说你不是，你可能只是一个学生，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或者是想要试试看，或者是想要朝着这个方向做尝试，那么全部都是得兼顾的，因为从以前到现在有非常多热血的孩子们，他们就会觉得说我这边我一定可以表现得更好，我可以更厉害。如果我舍弃掉什么，如果我干嘛。但是我们这边的立场一直都是不鼓励孩子休学去打电竞。对，我们不鼓励孩子休学，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不能够说你可能休学了，你真的会打得非常的好，可以拿到像这样子300万美金1年的合约，这个东西是我们不敢说的。但我们也不敢说你不打电竞好好念书，你之后一定会有很好的出路跟很好的前途，这也是我们不敢说的。我觉得针对于像我这个时代了，我是现在30岁，我自己在看现在比如说比较年轻的时代，我自己觉得孩子们需要做的事情其实是找到自己的方向。对，但是读书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安全的事情，但也是父母们认为最安全的事情。但这个安全的事情是不是孩子的路，是不是孩子接下来的志向跟意愿，我觉得这都不好说。那问题就在这里哦，就是说像你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发现这个兴趣？那你觉得当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这个很辛苦啊，我曾经听你说过真的要当一个很尖端的顶尖的电竞选手，其实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你觉得
困难会是什么？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发现，然后你怎么去坚持，在那个不确定当中，你仍然坚持。是不确定当中，其实是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冒险。对，就像是绝大部分的音乐家也好，或想玩摇滚的也好，想当画家的也好，这看似都是在传统父母认为不是这么有前途的工作，对不对？但是他们都需要花一定程度的时间跟心力投注在他们的专业上，他们才可以有所长。玩乐团也是，但乐团可能也只有几个五月天，但是玩乐团的可能有10队、20个、100个。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会不会是那个五月天？我自己个人的方式是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尝试。我那个时候，跟我家人沟通了之后呢，我已经确定要进入到职业队。对，因为但是我还在念书，那时候还大学。我跟我家人沟通方式是，我就是先休学1年。那我休学这1年之后呢，我来试试看，我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以及去认知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那当然，1年对于一个孩子或者对于父母观看孩子来说，会觉得它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也怕他浪费时间或干嘛的。但我觉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意义很重大的，就是如果我花1年的时间去认识了一个我非常想要做，我心中不停在燃烧、有热忱、有梦想的事情，我花了1年的时间去接触，我知道适合我，那很棒。那接下来我可以朝着这个方向非常专注的去走。那如果我知道这个东西不适合我，我也不是浪费1年，起码孩子知道这个东西他原本最想要、最喜欢的、最想要的，他不要了，那他也可以更早的，因为这1年的代价，就去找到下一个方向。所以也就是你有限的时间内，你全力以赴去冒险。没错，而且一定要设定一个时限跟底线，不然的话，他会很容易真正的浪费掉了自己的青春。那1年当中，你觉得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那你怎么克服的？1年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在一般人里面我是很厉害的，但移动进入到职业里面，大家都是很厉害的。我发现，在全部的运动员或者在电竞选手里面，我真的没有到特别的出色跟出众。那这个东西其实跟天赋跟才华也有关系，就是有一些人，他再怎么努力的高度或天花板，就只能够到达这个地方。但有一些人，他天花板的高度，他就可以到达很顶端。所以我们会记得 NBA 的 Michael Jordan， 但我们不会记得 NBA Michael Jordan 他下面那一些多少努力的人的名字。所以电竞运动员、就体育员啊，电竞选手，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残酷的、非常血淋淋的一个行业。如果你就是实力不如人，你没有办法透过其他可能非常客观的东西去搪塞，然后呢去知道自己其实是很厉害或者很有价值，或是它是血淋淋的牌面在上面，它是很主观的，就是直接定在砧板上，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你到底是在哪个阶段。那你在哪个阶段就会拿到什么样的合约，就会赚到什么样的钱，就会来到什么样的队伍，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那1年我认知到了自己其实在电竞选手这一块其实没有到特别的出色。所以后来我就尝试朝着电竞选手之外的东西去做发展了。就是教育教练吗？对，就是队伍教练，然后呢再转正到的是电竞的主播赛评，就是播报员，然后再来到的是现在也是有兼直播主，然后呢也有在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可以这样说吗？你就是让自己一段时间去尝试，说我到底我在我的这个特质，我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这个天分嘛？哈，因为真的除了努力之外，天分其实运动本身就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至少努力过了哈，然后你就选择适合你的。那不知道说这里当然虽然这边可能有一些是年轻人，但是大部分都是家长嘛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对年轻人说些什么？怎么帮助？像你自己当教练也一样哈，怎么样？我跟年轻人讲的，其实家长不会太喜欢。对，但可以让家长听一下说，年轻人你会跟他们讲，他们会听得下的。我讲直接一点好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年轻人，你真的要走，你要尽可能尽快找到自己想要做什么，自己喜欢什么。我觉得做东西热忱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做事情没有热忱，其实你很难成为顶尖，你也很难追求卓越，你没有办法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凡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热忱的事情，那当然，那热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得到，那也有可能会找错方向或干嘛的。所以我有一句话是，我觉得浪费青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必须要在这段时间去找到自己到底要什么，到底要干嘛，
那我认为家长就是你不能够期待，就是你可以期待你的孩子可能成为什么样的，可是你不能要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你想要他成为的人。这可能不是他想要成为的人，可能也不是神要他成为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那么就在以前，我妈要我去当公务员或当军人，就是最安全的选项跟最安全的选择。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在父母的观念里面会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事情，起码父母不会担心你接下来就是也不愁吃穿啦，然后呢你的生活也不会怎么样啦，你也不会饿到或干嘛的，确实是如此。但我觉得针对大部分的年轻人，在这个时代，我们接收到的资讯量太庞大了。我们在一个网络的时代，我们有非常多的相关的资讯，各方面都不停的进来，不论是娱乐方面的也好，体育方面的也好，教育方面的、音乐方面的，太多太多了。在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时代里面找到一个自己接下来要面对到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普遍家长去不太能够理解的。我觉得普遍家长不太能够理解，因为普遍家长他其实不太了解现在的世代到底有多少东西，有多么多的可能性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家长会喜欢走安全的，而不是走可能的。只要是不可能的、不稳定的，有可能会是0分的，我不要。但他可能不会能够接受，我有可能是10分，但我有可能是200分。但家长会喜欢啊，你就尽可能就是稳定70分，稳定70分，稳定70分。我觉得，我自己身边有很多例子，然后有很多的，算是后来进来这一块行业的人，我觉得大家进来都是有一种要追求卓越的心，而且都是找到自己的热忱。起码在我这个行业是这样，没有热忱是没办法。那至于其他的行业，我认为年轻孩子真的要尽可能去找到这一块的方向。那如果找不到，确实读书是最好的。对，读书是最好的，好好念书，好好读书。像是我们这一边的选手打不好，我都叫他去念书，就是真的叫他去念书。然后他们会愿意，你怎么鼓励他们？这个打不好又要鼓励他读书。现在问题就在说，读书也读不好，因为心又3心2意或者4心，你都怎么鼓励年轻人？你的选手是，其实我会直接问年轻的孩子，就是你现在在追求这个东西，你觉得你到极限了吗？你碰到瓶颈了吗？那你付出了最大的努力而得到的结果，你自己满意吗？你觉得有可能更好？如果答案都已经蛮确定的，那么就会建议他念书。但是念书其实不是真的叫他去读书，我是叫他找别的事情做。因为他如果真的很爱念书，他不会进来电竞。对，势必是有一个东西他更喜欢嘛，对不对？但我这一边这个行业，一开始有很多孩子可能就觉得，哇，电竞怎么样？电竞怎么样？就是大家对于电竞选手的认知，就像是一般孩子觉得，我只要念书就会上台大，我只是不想念而已。那我只要认真打，我就可以当电竞选手，我只是不想认真打而已。但他们进来之后，他们会发现，有些东西不是努力就可以成就的，对，他是没有办法的。血里面的一些东西，有一些天赋，有一些才能，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不停的去把这一些电竞的选手的排位随时做一个名次的轮调。那你可能很厉害，一个3年之后呢，又有一个新生代的人出来，就像是传统体育一样。所以我们会尽可能的希望这样子的孩子，叫他们去做其他的尝试。对，叫他去做其他尝试。就是我会跟他说，你不一定要当电竞选手，你可能对这个东西你还有兴趣，你可以去做其他的东西。那就尽可能去找其他的兴趣。但我不会叫他们回去要做他原本不想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选手？就是他在转折的时候，怎么样在他身上发现，觉得你自己也学到的，有没有？不好意思，可以再说一次吗？譬如说，你有没有过哪个选手，他可能遇到什么瓶颈，但是你判断他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但是他后来有没有什么转折的？就是跟你原来想的都完全不一样，有没有过这样的选手？也就是你可能判断不一定是对。有2种选手，一种选手是等待开窍型的选手，这种就是比较偏向的是他有一个很大的瓶颈，他没办法克服。就是因为电竞我们是一个手眼脑都需要去同时运作的东西，有些东西它就是没有办法去突破。那我们会认为这个东西是需要开窍，你外人再给太多的帮助都没办法办到，只能够靠选手自己本身。那有开窍而变得更进步、更厉害的选手有，那因此而没有开窍的选手，因为他就不具备竞争力，那么他就会被淘汰掉。那淘汰掉了之后，他就会尝试朝着其他的地方去发展。但是我们在做这一块其他地方发展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尽可能的希望
这些选手们他们能够有基本的生活能力。对，讲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之前我的公司要带一些选手们，那他们退役了之后，希望给他们一个工作，然后呢，就是公司这边会安排一些办公室的工作给他们做，但有很多选手没办法做，因为他们不会用 email， 他们不会用 Word， 不会用 PowerPoint， 就是这样子的能力是没有的，不具备的。他从来就是一直把眼界都放在这一个游戏项目上面。对，这也是电竞选手接下来要面对到的一个挑战跟一个风险。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到现在，我认为电竞选手他必须要面面俱到，各方面都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能力。哪怕是我刚才说的那一个选手到美国去的，他能够不念英文吗？他能够不会英文吗？对不对？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东西。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些家长哈，你会怎么样子鼓励国小？像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孩子他沉浸在应该就是所谓的电游，就是电游上面哈，就是电游的上面。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教我们父母，让他这些孩子怎么样子可以不要被这个限制住，不要被他捆绑住。不要被限制跟捆绑，就是你必须得了解你孩子在玩的游戏是什么。就是他一样是用一个手机在玩，或者他可能是在电脑前面，你得去了解他玩的东西是什么，那个游戏到底是什么。像我小时候，我妈一直没办法理解，她随时叫我去吃饭，但我都在电脑前面，我没办法马上去吃饭。对，她认为这个东西就是该停就是可以停的东西，理论上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我玩的游戏是团队游戏，是竞技型游戏。也就是说，比如说以篮球为例，我们突然在5打5的情况下，我妈叫我吃饭，我不可能把球运给我队友，然后我就直接走掉，然后要我的队友4个打5个，他必须要告一个段落。对，这才是尊重这个比赛、尊重这个游戏的方式。我们不能够随时说关就关。可是如果你的孩子玩的是单机型的游戏，或者是个人的游戏，那么他确实是可以随时中断的。所以你得去了解你的孩子，他玩游戏是玩什么游戏？那这个游戏具不具备电竞性，还是纯娱乐性？那我认为，如果是纯娱乐性，就得去好好了解一下他娱乐的时间得花多少，你可能要跟孩子去做沟通。可是如果说是纯电竞性的话，那真的是要深入了解孩子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孩子其实他也不见得是想要成为电竞选手，他也可能也不见得是真的那么喜欢玩游戏，他只是想跟同侪之间有个话题，跟同侪之间有一个一起的游乐项目。那在以前没有手机游戏的年代，大家可能会一起出去打个球或干嘛的，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家长要去了解，如果孩子在玩，他到底是在玩什么。是我们都就是像我一样，我都就是一片空白，可不可以请帮我们这个补习一下好吗？就是我们要陪他玩，那我们老师讲不用陪他玩。举例，有人举例是好举例好，他们现在很流行的游戏项目叫做传说对决。传说对决，那它是一个手机游戏，它是一个手机的 MOBA 游戏，是一个5打5，现在有正规的电竞比赛，也有奖金的一款游戏。好，这样子的游戏，它就是一个团队竞技游戏，它一局开局是1到10分钟到30分钟，甚至40分钟都有。如果说你的孩子，你跟他说7点吃饭，他在7点50分的时候排进去，按了搜寻对战排进去这场游戏里面，导致他没办法准时吃饭，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孩子的不对。但他如果是6点开始按这个游戏，他中间还有20分钟的空档，他游戏结束了之后，代表说他其实是接下来这20分钟是有时间可以不用再马上进下一场。但他如果马上再进行下一场，代表说他可能就是没有遵守你们的时间规定或规范等等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你这家孩子他到底是真的不能够中断这个游戏吗？还是单纯想要再多玩而已？对。那另外一款游戏可能就会是我的创世者，它叫 Minecraft， 就是一个现在就小朋友自己也很红的游戏，拿着一个方块一直在敲东西的，那是一个配件算是一个线上沙盒游戏。我尽可能讲简单一点，就是它是一个可以中断的游戏。那它也是一个精神时光屋，那很多大人也喜欢玩，它可以玩大概就是8个小时、10个小时，一天都不够。他可能要有人盖一个房子，可能要花半年的时间去完成游戏里面的一个房子。那这样子的游戏跟电脑玩无法退出，又还没存档，可以存档。但是他如果是玩单机游戏的话，普遍都是可以存档的。
那如果是玩线上多人合作游戏的话，那是不能存档的。那你就得了解说他到底玩的游戏项目，他玩一场一局是多少的时间，那么他玩的对象又是谁？哦，这个有学问呢哈，是所以已经有人开始在提问了哈。我想，哦，大家很急的，可不可以请这个我们的茂生是帮我们来回答一下？不好意思，我看一下哦，Switch 的话，它应该是会拿，就是它有分拿在手中的，或者是直接放在荧幕前面，然后呢像家机一样这样玩的。那 Switch 它的游戏也是非常的多，那你得看说它到底是玩什么游戏，因为 Switch 它也有多人合作类型的游戏，是这个样子。但是得去了解他在玩的那个游戏项目是什么。可以介绍几个让国中生初阶训练的电竞有关游戏吗？可以想提前知道有兴趣还是耗时间？好，可以，这方面是可以的。事实上，我有很多选手，他们退役之后，现在都在高中任教，教电竞哦，教打电动。因为这些学校们，他们有电竞系，然后他们也要培养出相关的课程，然后呢要有竞争力，他们就会想要弄个校队，就像美国一样。我这一边是篮球名校，我的篮球校队一定要很厉害，我就要找到篮球的教练很厉害的，篮球的选手很厉害的。所以国中生目前的电竞相关课程，它有分2个方向，一个是它是有没有要朝着台湾这一边去做发展的项目，又或者是他有没有要朝着美国那边去发展的项目。那美国那边发展的项目呢，简单讲是普遍没有手机游戏的。他们不太接受手机游戏，所以对，不太接受手机游戏。那如果是台湾的话，这一边有手机游戏，可手机游戏目前的项目跟范畴其实没有想象中来的这么的多。玩宝可梦那个，他如果是玩那个 MOBA 类型的话，它确实是没有办法说退就退的，但是你要去规范它的时间，就是去坐在那边看他打一局，他开始，然后再跳出了失败或胜利，然后呢，这个过程他到底花了多久的时间？他到底花了多久的时间？这个会对家长来说，对于游戏会更有概念。对，然后电竞有相关的游戏，目前有分就是几个项目，就像是射击游戏、MOBA 游戏、卡牌游戏、格斗游戏。其实这个项目在不同的国家的重视程度跟它的主流程度都不一样。那在台湾这边目前比较主流的是 MOBA 游戏，所以如果说是国中生初阶训练想要电竞有关的游戏，那么就是可以朝着英雄联盟这款游戏去做发展。那如果是射击游戏的话，就要朝着特战英豪这款去做发展。好，谢谢你。还有，请问有人问说，现在学校有电竞系？之前好像全中会今年第一次有电竞的，是吗？那个学校你知道有电竞系吗？那是大学吗？这里有人请问。你说不好意思，莫斯，你可以再说一次吗？刚才有人请问学校有电竞系吗？学校有电竞系。是大学哪一所？大学目前它的电竞系不是。应该怎么讲？我前2年接触到的资讯呢，我现在还不确定这么正确。就是台湾这一边，就是政府认证确定就是真正合格电竞系的高中是3间，大学是没有任何一间。那绝大部分的大学用电竞系，它其实是用社团活动的方式去包装，可是它不是像你念国贸系，你去念财经系的那样子的系的电竞系，普遍不太是，它一样是得学国英数社这些东西，然后再包装其他的课外活动把它加进去。那绝大部分的电竞系，它其实涵盖的不只是电竞游戏，还有说是我们电竞产业需要的摄影、灯光、导播、音控，然后呢直播设备，然后呢编剧等等之类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范畴。所以，请问像这样子，我们家长怎么样子去知道这些资讯？我们应该要从哪里学起？是你现在只需要打，我觉得现在的资讯很发达，只要在就是网络上就是寻找 Google， 就是所谓的电竞高中或电竞大学，其实应该都可以找得到相关的内容。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目前还不到10年。很新。对，我建议是，如果孩子真的有兴趣要念电竞系，你得先了解，像我说的，了解孩子他的电竞系，他想要学的系别，他那个电竞项目游戏名称是什么。然后呢，
这个学校，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游戏叫 A 游戏好了，游戏 A，然后呢你的孩子有兴趣是游戏 A，然后里面有5所大学有游戏 A 的相关电竞系，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评断哪一所比较好？其实这些大部分都是私立大学。那你要评断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得看师资。那这个师资就得透过这一个大学，它里面的 A 系导师、A 系教练，能把他的名字，拿去做搜寻，看看这个人他是不是有在台湾的电子竞技历史当中得过名次，隶属于正职的职业体系跟职业队伍，你才能够确定这一个人是有料的。因为目前这个行还很新，所以有些孩子他其实就去错学校，觉得很后悔。他觉得可能没有做好功课，会觉得说这个老师不太会教，干嘛干嘛的。我想要更进步，可能考虑要转学等等之类的东西。那可能就是因为很新，所以要收集这些资料，然后要来评估，其实是不容易的。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对，然后第2个管道是，如果你的孩子想要升学到美国去升学的话，你可以去网络上搜寻一家相关的公司，叫做 ACA 亚洲体育顾问有限公司。那这个公司原本是在做传统体育的学生的留学，就像我说的，美国很重视运动员，所以他们这边在做的原本都是棒球选手、高尔夫选手、田径选手等等的选手。那这些选手，好的选手啊，是去到那一边是免学杂费，还有奖学金。那要怎么样子可以？就是除了你说的是 ACA 亚洲体育顾问中心。对，它其实就像是一间你孩子如果想要去美国念书，你不是都得找一下机构，然后去帮他弄什么检定的过程，干嘛干嘛的，就有点像是那样子的一个单位。可是做电竞的，目前这是只有台湾一间，就这一间 ACA。好，那我们就来让有人已经这个想举手要来请问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请开麦克风好吗？有举手的。刚刚是不是有一位康，还是按到呢 ？OK， 他可能按到。如果有随时有想要请问的哈，我们可以就是举手一下，然后就开麦克风，我们来问我们的茂生哈。我想请问，就是说刚刚有人讲的说这几所学校那他们去学，就你知道他们电竞的这个学校它的方向，就是未来是要去比赛，还是未来有没有已经有一个方向，将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企业它会合作吗？还是怎么样子？还是只能目前其实说实话，台湾电竞产业在现阶段的这个需求不是很大，在台湾不是很大，可是在目前在中国大陆是很大。他们那一边目前的电竞都是高薪资，而且做电竞的从业人员，他们的学历是需要经过筛选的。在美国那一边也是很缺乏。对，那以上这几间，我无法直接说哪一间比较好，或者哪一间一定就是你念了一定有书，就是一定有工作可以念。可是就我的理解，我做的跟我念的科系不一样。那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做的跟他念的科系也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如果有兴趣先去那边念书，但是你之后的工作可能不一定跟那个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蛮常见的。那如果你要说高学历，我之前身边在做电竞的人员，有台大财经的，也有台大财经系，台大就是语言系，忘记一个会讲德文的系，忘记还有个名称。就是我身边也是有兴趣台大毕业的，也是跟我在做一样的工作，但我不是台大的。那我也不是念我学校的电竞系，我是念国贸系的。对，我觉得这本身会有很大的区别跟差别。对，所以那个这边有家长请问说，可不可以建议孩子说知道是否适合？其实老师刚才说，除了给一段时间之外，1年，可是孩子这样听起来就是可能teenage 就是可能青少年的。那我们是来帮助他，因为我们不可能给他1年休学嘛。你建议吗？我觉得要看年纪，我觉得要看年纪大小。对，要看年纪大小，因为目前国际普遍认定的选手最年轻是最少16岁到18岁。如果你没有16岁，你是不能够，比如说你台湾打到资格，你是不能够在美国当地比赛的，因为他们认为你选手是
就是运动员，他是一份正职的工作。那如果你没有到这个年纪，你是童工，那他们对于童工是非常的忌讳的，他们对儿童是很保护，他认为那年纪以下就是儿童。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是15岁，我会觉得说，那你就不需要休学了。对不对？那可是如果是你是16岁到18岁这个区间，你就得看你的孩子他对于这个东西有多渴望跟多渴慕，那他到底现在打的东西，他到底强不强？说白了一点，他强不强？他是不是目前我们里面的一个天才高中生？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天才高中生横空出世，突然一个人杀进来，谁我们都不认识，可是他超级厉害、超级强，表现超级好。一问很多都是16、17岁、18岁，也有那种16岁还没有很强，可是17岁变得好厉害，然后呢，中国大陆那边开始在问的，这样的选手也是有。对，那我认为啦，就是孩子是否适合电竞选手，你得看他现在已经有在念书，就是也没有休学，正常生活，可能也有去补习的情况下，他剩下剩余的时间拿来打电动，他打的高度是多高，他打的多好。因为现在绝大部分的竞技型游戏里面，它里面都会有排位，排位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一个人的游戏理解给予的一定程度的排名。那它会有几个区分哦，最低的就是铜牌、银牌、金牌、白金、钻石，再来到的是大师。然后大师接下来以上每个游戏项目的说法都不同，可能有些人会叫做顶尖猎杀者啦、符能战魂啦，或叫精英啦等等的。你得去了解你的孩子在这个游戏里面他的排名是什么。那通常讲到最高排位的人，大概会是整个游戏人口里面的0.1%。对，那你只要是没有办法到达0.1%到0.3%这个区间，也就是说的，大师到精英这个区间，我认为啊都不太适合当电竞选手。因为我认识绝大部分的选手，他不是一开始就说我很想当选手，我想当，他只是书也学校也是有去，虽然不太爱念书，可是茶余饭后的时间玩一玩，然后就很厉害，学得很快，打得很好，然后突然就到了这一个0.1%到0.3%的这个区间。不是说那个孩子他不读书、不睡觉、不吃饭，就一直打到0.1%，这种事情，这种人我没看过。对，所以我觉得要先了解孩子的排位实力的水准到哪里。当然，孩子如果面对说自己排位，或者是我想你自己有经历过，就是说，我好像发现我自己不是那么不是那么顶尖，你会不会很大的挫折？会。那时候你怎么面对？你会不会觉得我走错路了？我到底要不要再继续努力，还是我这只是瓶颈？你没有想过吗？不是，其实我觉得这跟我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上帝他当时没有要让我走这条路，我是不会进去的。但我进去之后发现，我走不太下去。我觉得那是上帝的另外一个安排。他就是关一扇窗开一扇窗，不见得一定要往前去把那个窗户撞破。所以我是抱持这样的态度去找到接下来可能的发展性。对，但我觉得很敬畏，你知道有一位比你更大的。对，其实我在走电竞这条路上，信仰上帝绝对是我最大的支柱跟后盾。因为我们这一边这个行业太新了，如履薄冰，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的前景是什么，真的不知道。但我就是就是祷告，顺着上帝，然后这样走。我很庆幸，我也很幸运，我有办法兴趣跟工作做结合了。对，但我觉得孩子如果真的要当电竞选手，不管是打什么游戏，我觉得英文都很重要。他接下来有可能会有办法去得到美国去领年薪300万美金也说不定。我讲的那个选手，他的妈妈也是一位基督徒。我之前在带的时候，他也很常跟我沟通，他的儿子也是很担心，也不知道他儿子在干什么。然后呢，书也没有念得很好，但是整天都在玩，不知道在玩什么。可是你得去了解他在玩什么，甚至是他后来的妈妈还会到现场看他的比赛。他的比赛台下的观众都是成千上万的人在为他的儿子欢呼，要看他儿子在场上的发挥。这是因为一开始家长是想象中就是无法想象的一个画面。对。那我觉得有很多孩子对这一块，他的就是这个东西很难，门槛很高，他不是想做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可是很多孩子不懂，所以在中国大陆那边有做一个类似夏令营的东西，它叫做与其阻止，不如梦碎。
他的 slogan 是这样，然后呢，他是让这一群孩子夏令营，那把这些父母把自己的孩子送来这个夏令营，他们用非常职业化的训练去管理这些孩子，有然后道理哦。对，然后这些孩子后面才知道自己的水平其实不够，对对，自己的孩子的水平其实不够，但我觉得孩子是这样，那个东西在烧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他的困，对你一定得让他知道他的处境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些人会有一种遗憾，如果说是我自己是孩子的时候，我的父母不管怎么样一直阻止我，但等到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哇，我当时没有试过，我不知道如果我试了，我会身在何处，我会不会成为我一直想要成为的那种人？这其实是一个未知数，那长期下来也可能会变成是一个遗憾。对，那我觉得这都是让孩子得去试试看。对，所以听起来你很知道哈，敬畏有一位最大的上帝哈，他可能比你更清楚。那不确定的当中，好像他就会一直带领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你最印象最深刻，做一个最关键的决定的时候那时候究竟这一位上帝怎么带领你？好，先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算是分享见证了吗？牧师？对，是，好。我之前在做一个游戏的主播，然后这款游戏是全台湾最红的游戏，但我做的我好不快乐，我好没热忱，我很不开心，但我不太理解，因为这明明是我很有兴趣的东西。然后我一直想转换跑道到的是另外一个游戏。这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像是你打篮球的人，你突然跑去打棒球一样。那你不懂的人会想说都是球啊，有什么区别啊？没有，这个差的可多了。那当时就是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境，然后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这样讲很奇怪，但是我是非常就是很多东西要靠自己的才能的才干努力，然后去获得去争取的一个人。所以我自己在追求电竞这条道路上，往往都会有很大的挫折跟很辛苦的地方，因为我们就像我说的，就是有很多地方不是自己努力就有办法完成跟成就的。但如果有很执着那个答案跟那个结果，其实往往会非常的难受。对，但是在跟神的祷告跟带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时候神给你的恩赐不是你要努力去得来的，他白白给你的才叫做恩赐。所以我可以不用那么辛苦，我也可以不用那么累，我可能也不需要一定要把两个足球跟篮球这种东西都分析得非常清楚，然后呢，我才有办法决定干嘛的。我当时是完全是就是放在祷告上，然后呢，让神带内心的感受，然后去选择我接下来要不要转换跑道这件事情。因为当时所有的合理分析，就是世俗的客观分析都不会认为要转换跑道。但我的内心一直有一种不是很舒服、不太平安的感受。我觉得平安或不平安的这一种状态是基督徒，我自己个人就最好去辨别这个东西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一个方式。对，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感觉。但是我后来就顺着内心平安的心，然后我转换到了另外一个跑道。不是最红的，人数也不是最多的，但是就是你客观看怎么样都是比较差的环境，但是我就讲直白一点，就是我的收入其实比我之前那一款最红的游戏还来得好。这是感谢上帝的。对，是，所以这个很像在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在选那个伴侣一样哈，这个世人说的这个台大第一名的绅士最好第一名，也不一定适合你的哈。我常这样讲，也就是说我们用人去判断，其实是非常有限，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也不知道哪个适合我们。其实适合是很重要的，其实你一直在讲这个。那除了努力之外，真的什么是适合？那是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他真的是爱我们，他又是全能，他会引领跟带领。所以你的这个分享，我其实是很感谢、很感恩的，也很被感动的因为父母牧师可以听到这一段，其实是会很感动的请问一下，你的家人怎么支持你？我的家人吗？其实我爸，应该是说原来是不是支持啦？我的家人一开始只是不反对也不支持而已。是。对，他就是这样顺着我这样子去试试看，去尝试看看。因为可能我的个性，我父母也知道是拦不住的那一种，就我不是那种父母可以拦的那种孩子。
对，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我不知道大家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情况，可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领受了，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硬要去努力去得到自己要的东西，这套用在我的孩子身上，就是我可能得担心我的孩子是不是念最好的学区，是不是念明星学校，他的同学是不是有坏孩子，然后呢，是不是老师教的不够好，然后没有办法让我的孩子变得很优秀，你就是忧心好多东西，然后你每个地方都去努力，可是真的也不见得那个孩子出来之后会是你想要的孩子。那如果真的出来成为你想要的孩子，那可能也不是好的。就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你看不到的地方，你不知道是好的。所以我其实，在很多地方，我是相信上帝的带领跟安排。对，所以我觉得人为这种东西，就是我自己的感受上，我是还蛮深的。就是与其人为，不如去让神去做工。我很多事情的感受是这样子。对，是，所以我想在你一路上哈，除了有父母真的，我觉得你有一位为你祷告的妈妈啦。对。然后他就让上帝来管教我。我妈做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我想不听，那就让我儿子去闯有什么挫折，上帝会负责如果有什么成功，上帝也会安排也不用太担心。对，我觉得是感觉很轻松的样子哈。对那我跟你讲，我已经邀请你妈妈哈。这个11月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要邀请你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看看她是不是这么轻松，还是她心中其实一直不断的为你祷告哈。还有就是父母的心，有时候真的是很不知道怎么样来讲。那最后我们想要来祝福你了哈，请问你将来、你未来你有没有什么计划，也可以让我们可以来祝福？是，其实现在30岁嘛哈。对，30岁，走路还很长哦。是，我觉得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在台湾的电竞环境，其实是在跟世界各国相比是相对破碎，而且资源很匮乏。很缺乏的。对，我希望自己未来，如果有能力的话，是可以去帮忙改善这一块的。对，这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小期许。怎么改善？你可以说，我们这里或许有人在线上的人，或许也愿意一起，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如果可以改善，是往哪个方向？可以具体选手薪资跟待遇。对，选手的薪资跟待遇，但我希望我只要自己可能有那边能力，他是有办法去成立一个职业的战队，然后呢，去让这一群有才华的孩子去表现，在舞台上展现自己。所以你需要有金主跟什么？有金主选手还是什么？有金主，我应该说是有资金可以成立一个企业去照顾这群选手。简单讲是这样。那像如果你可以让我们大概知道你这个梦想这个资金大概需要多少，那我们或许可以把你这个意识，就是你的这个梦想，我们可以分享出去。因为其实线上我们还是有一些好朋友，他们是法人哈。那你可不可以来多具体的分享说，你大概会想要怎么做？那你除了改善，你为什么会想要改善他们？你觉得的那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核心价值是，其实电竞选手他们很多孩子是花了非常大量的时间努力去得到的。可是你知道这个行业很残酷，就是你牺牲了这么多东西，但是你的烟火可能不够灿烂，你就被迫得退役。可能是游戏不红了，或者是你老了，你退化了，或者是有新生代的人比你更厉害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最黄金的选手时间点，往往都是在学生时代最黄金的求学时间点。他们在这段时间里牺牲这个东西去努力，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甚至是反映到他的薪资、跟他的奖金、跟他的状况。那像我讲的，到美国那边的年薪300万，这其实是只有一个人，然后就真的只有一个人而已。但是在他之下的好多选手，从21岁努力到26岁、28岁，到努力到30岁，这样的人都很多，但他们却没有办法，真的只 focus 在这件事情上面。哪怕是很有才华，也没有办法只 focus 在这件事情上面。那因为现实的考量，所以我认为我如果有机会，未来就我自己的一个小梦想是，我可以有足够的钱，我可以去成立一个战队，然后这个战队可以去付起合理的薪资去培养这些选手，让这些选手无后顾之忧的在战场上就是发挥出自己本身的价值跟内容。所以这个具体来讲，我想因为它是永续经营。所以他恐怕
不是只有这个有资金而已。你的那个最主要运作的，让它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的，应该是什么呢？除了比赛，那还有什么？比赛这个东西是世界上就是一定会有比赛的。对我来讲，这个东西会是资金，因为人很多，人才很多，但没有资金。所以说我必须要有资金可以去付起，比如说1个月大概3万4万块的一位选手，那一个队伍里面可能有5个，不然到时候后勤、教练、领队，这样1年下来，其实最少是要300-400万的开销。一个项目，我讲的一个项目是最便宜的，对，最便宜的游戏，比如说就是单纯篮球而已。如果我想到棒球，这个薪资就得再 double， 就变成说是600到800万。但是这样子的人才，他很难在台湾发展，因为台湾的薪资不够，所以这样子的人他可能会到美国去，到中国大陆去，但是他们在那边的身价跟选手的薪资待遇都是好几十万，那个是台湾这边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可是台湾这边的选手，他可能连一个3万块都拿不太到，但他的实力是绝对值得3万块。那他因为这3万块，他练了半年或1年，他很有资格可以领40万在中国大陆。可是因为没有这3万块去支撑他这1年。他不就是就我来讲，我们这一边的行业有很多时候就会是变成说是一个校队要去打职业队，就可能说你是一个青少棒跑出来，然后你要跟人家 MLB 的棒球打，因为人家是那个薪资培育一切都很完整的，对，所以我们这一边哪怕是成为了台湾最强，好多队伍台湾最强，可是他们在国际上没有足够的竞争力，所以它的区别是在于说他们没有全职业化的管理跟训练模式，因为他还得边工作边练习，对，他得边帮忙家里边练习，对，所以把这个梦想分享出去，是我相信这个集合有梦想的人，那么一定会有人愿意支持，因为这个假如是未来的趋势，这个是可以赢得这世代的哈，我想上帝会来祝福你的哈。那你也如果你也愿意，也可以把你的这个计划哈，这个放佛音乐牧师会为你祷告之外，那你也把这个计划可以分享出去啊。我想这个金额其实如果真的企业家是并不大，其实并不大哈，这个还不是天价，但是它不是1年而已，对不对？对，它不是1年，对，它不是1年，对，它需要几年？最起码它需要几年？最少需要5-6年的计划，5-6年的计划。对，最少需要5-6年计划。就是短期要6年，中期最少要6年，中期3年。短期是要6年还是3年？应该说中期是6年，短期是3年。好，OK， 好，那这样还好啊，就是3年而已嘛。对，听起来真的是还好。是啊，真是还好，所以这个梦想是可以一步一步。台湾的一个小困境啊，对，台湾的一个小困境。对。那音乐牧师这个可以来，我们可以大家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家长成长班，假如哈，我们也欢迎你哈，把这个梦想分享出去，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哈，这个需要有一个路可以走啦。好，你有一个路，你有一片天哦，那将来这群的孩子哈，他们就不会受限在台湾这块土地，我觉得有无限的可能哈。那也非常谢谢茂生，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人是有举手的？请问是康小姐举手吗？还是去请你开麦克风好吗？还有没有人有要举手要请问的？还是不小心遇到按到的呢？有吗？如果没有，我们我们的时间就要到咯。那好好，那茂生如果是那个祝福你这个将来这个梦想3年音乐牧师先预备3年的这个来祷告。好，但我觉得不要只有3年，恐怕要10年，因为一个长期的这个产业10年都不算长，所以我一步一脚印。那我愿意更多的把你的这一个梦想跟许多的人来分享，好不好？好，那就好，谢谢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茂生，上帝赐福你到音乐牧师有邀请这个你的妈妈11月13号来跟我们一起来聊怎么样陪伴你这个
成长的过程，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啊，那也欢迎你来上来跟我一起聆听啊，妈妈的心声是怎么说的啊？好，那上帝祝福你啊，谢谢，谢谢，谢谢，平安，谢平谢。安，平安。那亲爱的大家啊，我们呢这个时间下一个礼拜我们一样洪桃梅老师心理咨商师会一起上来，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把你的疑问想要怎么样带领孩子，我想孩子现在有一个困难，他们可能不是玩电竞，他们可能都是玩手游或者是他们可能玩一些沉迷在这个网络世界以至于他们出不了这个房门然后出不了房门以后呢，就出不了家门，也不想出门上学也出不了进不了校门，跟进不了所谓社会的公司的大门哈。那我想我们会持续请洪桃梅老师来帮助我们。我想刚才茂生先生、黄先生已经分享了哈，就是说一个电竞的选手，其实他的机会不到1%，而且跟运动员一样，他其实是需要天分的哈。除了努力之外哈，是需要天分。刚才他可能我不忍心问他哈，我曾经跟他一起经历过，他真的打这个电竞打到想吐因为他几乎一整天都在练习。那个真的是是辛苦的事情，所以他说体力也是非常需要的。所以我想我们走过来才会回头看，才会发现说原来这一条路有许多的人帮助，在他的分享里面就是有一位上帝帮助他以至于他可以克服很多的困难。那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妈妈那个他的家人所经过的那个惊涛骇浪是更多的。一个孩子一路上本来读书好好的，后来说要去玩电竞，还要休学。那我们怎么面对这样子的孩子呢？我们怎么让他有机会去冒险？然后我们又守着他，告诉他妈妈家人一直都在，一直都在。如果你要回来在家里永远的等你，实在是不容易那我想我们下个礼拜洪桃梅老师会继续有半个小时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那黄茂生的妈妈也会跟我们一起在11月13号那一天7点到7点半，那前面会是由洪桃梅老师跟我们一起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其实已经到了如果你有私下想要请意念牧师为你祷告祝福的你可以举手，我可以另外开一间教室，或者是你可以留在这里我们可以另外开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来聊一聊，意念牧师可以为你来祷告。是的，洪桃梅老师也是下一个礼拜连续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们的海报也请你加入我们的学习这个赖群组我们有一个全人的生命教育协会的赖群组那它是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讯息。下个礼拜洪桃梅老师一样是6点30到7点因为他只有半个小时，大家都知道他连续会来好几次，所以请大家可以把你们的想要问的是不是可以事先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会事先跟老师讲，那老师就会事先提到大家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马上得到帮助。那如果你很急，我也可以把你的想要问的问题就传递给你们的洪桃梅老师，他是愿意乐意来帮助我们的。好，那就祝福大家大家平安快乐拜拜。如果你愿意留下来，意念牧师可以为你祷告，可以跟你聊一聊。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留在这里，或者是让我们的同工知道，我可以另外开辟一个教室，可以跟你来聊一聊天。我现在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也有时间，我们可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聊天哦。
我自己有3个小孩啊，我想啊，我们都一样，当父母的哈，我们都知道，当父母的有很多高兴的事情，也有很多辛苦的地方。我们希望叶牧师希望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段时间。那还留在这里的是，如果你是需要音乐牧师私下跟你聊天的，请你举手好吗？那我可以另外开一个教室跟你来聊天，举手让我知道一下，或者是你可以留言。如果没有的话，就请你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离开，我才会知道留下来的人是不是想要聊一聊，或者是需要音乐牧师来祝福您的。好，有吗？好，那我们请如果您要跟音乐牧师聊天，请你把镜头打开好吗？这样子我才会知道。那我就请彤彤把你分到小组里面，可以来聊一聊。有吗？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有吗？请你把镜头打开，我才知道我们可以认识一下，然后我可以开另外一个小组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聊。